Hello， 唔係 ，Hello， 唔係 ，Hello， 唔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天台玩，喂，對唔住，唔記得咗我開白添，我係添，我哋兩個就係韓國最新偶像天台。今集我哋要嚟玩嘅一隻 game 叫做釣魚發燒友。OK， 我係釣魚發燒友啦。Oh my god！ 因為我喺現實中都有釣魚嘅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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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都婆婆好嘈啊，成日都嘈住我，人哋拍片嘅，真係煩。我事先已經玩咗幾鋪噶啦，所以唔係幾鋪啊，係釣咗幾次魚啊，所以我已經有15 level 啦。大概17 level 有呢條魚缸加10啦，所以喂大賽進入。係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同大家講下咧，聽日咧我咧會有個開箱片佢咧就係8月拍嘅，我就聽日拍嘅。嚟啦！好簡單咁介紹下呢個遊戲嘅玩法啦。你係可以廢話，梗係可以釣魚啦。當嗰條黃色嘅嘢去到中間嗰嚿藍色嗰度，同埋中間嗰條深藍色唔知定係紫色唔知，你可以撳嘅 yes， 其他藍色嘅位置就係唔係 perfect 啊，不過都有機會嘅。啲咩魚嚟㗎？咁易嘅？我呢條係經典魚缸啊！多利啊，釣到條多利啊！多利。7點咧，我拍緊片嘅。係多利啊！放入水族箱。你知唔知你係邊嘅？我喐你啊！一陣間你都得 cut 咗呢條㗎。唔得。算都冇所謂啦，反正之前大家都知啊，嗬。咪係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！你係咩事？你釣緊魚啊？係啊。喺邊度釣啊？喺遊戲裏邊啊，傻！釣遊戲我遲啲可能都會同我爸爸去釣魚啊！你同爸爸一齊喺遊戲度釣魚啊？一齊喺現實裏邊去釣魚。依家唔係咪依家？嚟睇下，藍色區域嗰度就係咁啦。做乜勁啊佢？哇！白色條一，白色條一，我講慣咗白色條一條白色。哇！黐線嘅，經典魚缸都搞佢唔掂。1、2、3、4、5啦。咩事？你知唔知你第一下你嘅嗰個角色做咩會要講嘢㗎？我啱先知出咗個老頭。好易釣啫咩？呢條我都釣過啦。邊個行魚？有嘢拎，普通裝備同時轉。好有進幅記錄係我啊！放合水好傷。我要快啲升到16 level， 跟住入公會。應該係16 level 定係17？係啊，17 level 唔係16啊！黐線啊我！哎呀，搞錯又係咁。如果你想要飛過嘅話，好彩。1、2、3、4、5啦。咩事？你幾時可以拍片拍呢條短片啊？聽日啦。我發覺咧，我已經好耐冇拍過片啦，除咗呢集之外。我仲打算咧，今日咧邀請你咧，同我一齊去打守衛中心練肉。姚繼軒，你光之印零件有幾多個啊？我應該仲有3個啊嘛，我測下先，唔係。我11個啊。點解要咁多咧？因為我儲鑽石全部開啟咯。任務嗰度有每日40粒啊嘛，唔係4粒。喂，又係白色條一，哈哈哈！
可能會跌到鎖匙喎，不過釣魚大賽係唔會㗎，好似釣魚大賽係唔會有鎖匙。我啲釣晒用晒，3個日仔跳先得6個咋。我得4個咋喎，我得4個咋，搞錯啊！英雄火炮咧？吓？英雄火炮？唔記得。英雄火炮咧？赤龍火炮我記得，赤龍火炮你幾多個？幾多個啊你？我31個。你快報道喎！你幾多個啊？ 16個咋？吓？我啲16個咋，我冰龍火炮17個咯，總共。我冰龍火炮我已經唔記得咗啦，總之我多過你啊，好似。太少啦，總之。嗰啲箱咧其實真係好少㗎咋，最多就係出5個。我最多只係試過5個啫。話時話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你有幾多個箱啊？咩箱啊？我唔記得咗啦，多到唔記得，多到唔記得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。多過28個可能。冇數啊，黐線㗎！陣間我再數俾你聽。黐線過嚟真係。不過我係8月1號咯。呢啲反應遲鈍嘅人啊，咪係我呢啲咯，我呢啲咪係反應遲鈍嘅人咯。加油！哇！呢條魚我第一次釣嘅啫喎，條石雕，唔係粗口嚟啊！條石雕，喂，仲要第一條，耶！好有。我就呢個門做咗終結者。一升級16呢啊！救命！唔好打我！我叫胡姑啦，我係胡姑啦。做終結者點解會咁有引人哋注意嘅？互動，唔好死住先就係啦！唔好死住！你是傻的嗎？你得唔得自殺啊？佢哋嚇我啊！我係冇乜點出聲噶。16呢可以入去啊！技術怎麼樣啊？菜鳥，這裏是所有釣手的練習場。只要挑選適合的對手並進行對決就可以。喂，你加油啊嚇！哇，對了，適合的對手意思就是說需要level 16以上的好友。除一笨。搞錯，冇好友啊！除一笨。17 level 先得啊！呢個。我要去呢個咩分別離爾湖啊！快啲衝上17 level 攞嗰支魚竿。加油啊！尊重我呢個拍片的小學生。呢個係呢，這裏是明尼芬達州，係咪分我都唔知。著名的漁場，也就是米尼卡通湖，米尼通卡湖。我之前咧成日都將佢嗌咗做米尼卡通湖，原來係米尼通卡湖。所以我們所在的我們所在的位置處於湖水的下游，所以也叫下游湖。這裏因為常年有為了釣大魚而來的眾多釣魚愛好者，所以是一擁齊的地方。自己讀啦。呢個係羅非。
冇俾人哋住啦，冇乜嘅。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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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縮開啊！睇我就算。I don't know what can I do。耶！一嚟就羅飛， I don't know what can I do。一嚟就可以拎獎嚟，正。I don't know what can I do。羅飛，原本係守衛者聯盟，但係佢係釣魚者聯盟。我哋兩個都有加特林嘅，先成件個物資翻咗。你用加特林用岩啊？我雖然玩緊呢隻 game 啦，即係呢隻釣魚發燒友啦，但係我係成日喺度講緊穿越火線嗰啲嘢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珍寶魚唔係珍寶，我差啲講咗珍寶珠添，原來係玫瑰。玫瑰室唔知啊，出十。可以製作啊，製作好啲㗎。咩買嘢？鬼要買你咩傻的嘛？彈我得唔得啦？單手釣，我而家係單手釣。我應該冇得食。哇！我又話咗雪仔嘅，喂！中結仔好血炸㗎喎，隨時死。我驚有俾上次嘅有個噴住我去殺死，有條釣幾多條啊？佢話要。喂，羅飛都幾多經驗值啊？好啊，又可以做任務。唔係，而家都用普通魚餌啊！我終於可以唔用嗰個咩高級魚餌啊，要用普通魚餌啊！3條羅非魚換魚餌先，我仲係夏威夷高級魚餌咋，裝備交換。做乜勁啊你哋？馬力卡都佢大。有咩柴得闊者啊？有冇得？我有冇得做？有呢啲柴得闊者？打我咁笨打我！中咗裏邊嘅話咧，就有大魚加成。會點叫啊大佬？哇！黐線㗎，點釣啊？點可能釣到啊，大佬？釣中，我如果釣到呢條魚，我吞咗部電話佢。講真。唔係真係要吞咗部電話話。睇嚟係要啦。尊重下我哋呢班朋友。Yes。吞電話啦要，係咩魚嚟嘅咧？唔係魚嚟嘅。你好嘢，幸運鎖匙，唔係魚，你好嘢。開一開寶箱先。我都唔使點講，如果大家 download 咗呢隻 game 嘅話，佢有教學㗎啦，可以，所以我都唔使點講嘅。你話講乜嘢啊？唔知咧可。我得過啦嘛，你有冇過咧？卡哇伊普通魚餌。有咩咧？喂，你卡通高級魚餌正，用完普通魚餌先，魚餌，用完普通魚餌先。你冇停咗下快啦。
好啦，今集時間係咁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係。